2026年6月4日每日靈修，靠主得力，達到所設目標。571靠主邁進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腓立比書3章13至14節。小故事：有一隻白竹蟲，就是像蜈蚣的蟲，與一隻蝦蟆談話。蝦蟆問白竹蟲說：你這麼多的竹，是怎樣走法？走的時候，是先擺哪一隻竹呢？白竹蟲就試試看。走的時候，先擺哪一隻竹，但怎麼擺也擺不好。後來擺累了，就說：我不管了，我要走了。但當他要走的時候，又想哪一隻竹先擺呢？這樣一來，弄得他一步都走不動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太陽從雲裏射出來了。他一看見這光，心裏不禁大大歡喜起來，就朝着太陽光奔去。他忘記了他那麼多竹行走的次序，竟然走得動了。默想：我們越是想自己的時候，就越不能向前走動。什麼時候我們望着主的光，就不知不覺的邁步向前了。你為自己前面的日子設立了什麼目標？面向陽光，陰影就只會在你的背後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，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，你的光芒驅走黑暗，照亮我們的心，也指引我們前面的方向。感謝主給予我們生命有意義、有目標。求主幫助我們，不看自己的軟弱和自卑的心，而要單單仰望你，就有勇氣和力量向着前面的目標努力邁進。期望我們靈命長進，遵行你的道，凡事得你的喜悅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